為咗整體提高店員嘅技能同埋客戶嘅滿意度咧，今日特登舉辦總數為14隻煙雞嘅劏雞技能大賽。喺邊個劏得又快又乾淨，冠軍就會獲得我哋每月跑山雞劏雞女王嘅稱號，仲有獎金喎。下邊咧為大家介紹下我哋嘅參賽選手，呢位咧就係我哋1號參賽選手，人稱雞豆腐，曾經創下一朝早劏雞30隻嘅單人紀錄啊！人未到咧，雞聽到把聲啦，嚇出屎啊！2號參賽選手，90後店長兼天雞輔助，人稱磨刀恩，曾經一個人單挑10幾個顧客，從揀雞到收銀到劏雞到打包，全程冇出錯。咁優秀嘅女人咧，就好似漆黑中嘅螢火蟲一樣。咁思賢，咁出眾，抵你做店長啊！話唔多講，直接開整。結果就出咗嚟啦，係雞頭鳳，果然驚得老過嚟嚇。阿鳳，恭喜你獲得冠軍啦！多謝，獎金幾多啊？